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哈佛》。又到了民主兒女教大家做料理的時間嘞。你學會了幾道菜呢？今天呢，我們要教大家這道算是客家的經典料理喲，就是這個鹹菜乾鹼牛。到底這個鹹菜乾鹼牛有什麼重要的食材呢？來看的五花肉、三青牛，另外一個呢，哎呀，這是客家之寶了。鹹菜乾，那我們把握了這兩個重要的食材之後呢，接下來我要把我的鹹菜乾還有三青牛呢，把它一起放下去來醃製一下下。我們用這個3層肉哦下去稍微把它醃製一下，重點呢是它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燉煮。我們現在呢把它下到鍋子裡面哦。一般來說，如果你要讓它比較入味的話，可能要等待比較久一點點的時間，慢慢的讓它靜置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先把它蓋起來，稍微的等候一下哦。我們再等待一下，待會就可以開動了，要等1個多小時。好，1個小時過去了，好香哦！我今天做的這個鹹菜乾三青牛到底好不好吃？我請我的朋友來幫我吃吃看。好，你是客家人嘛，對不對？是。好，來吃吃看，有沒有讓你想到以前家的味道？今天呢，我們要教大家講這句客家話，就是說這個梅乾菜配五花肉很對味。海陸腔的客家話講法就是鹹菜乾配三青牛凍港妹。鹹菜乾配三青牛凍港妹，真的對不對？他們兩個就是永遠的最好的 best friend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你們也跟我一樣喜歡吃客家這個梅乾菜嗎？真的，下一次自己來嘗試做料理看看哦。在這邊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複習一下我們今天學到的新單字。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五花肉，三青牛，三青牛。第二個就是梅乾菜，鹹菜乾，鹹菜乾。第三個就是來學一整句話哦。梅乾菜配五花肉很對味，鹹菜乾配三青牛凍港妹，鹹菜乾配三青牛凍港妹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哦！下一次自己來做做看吧。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